你对黄歇有情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黄歇乃是人中龙凤，你若对他有情，并非是你的不是。母后做主，提起黄歇，婴儿心中好痛。你也是个伶俐的女子，明明知道黄歇对芈月有情，为何痴心不改？那是因为芈月蓄意蛊惑，若没有她，黄歇自然心意就转了。男女之间讲的还是缘分，你和黄歇是否有缘，还要看你以后的作为。母后待婴儿情意深重，婴儿早已经把母后当成自己的娘亲。话说到这份上，我就让你留意一下你那叔妹妹，她天性纯良，易被人诓骗。芈月心思诡秘，经常在她身边，弄不好就把她带坏了。我就把你当成自己的耳朵和眼睛，凡事多留个心眼儿。母后的话，婴儿记下了。秦王匆匆离开郢都，只怕是骑虎难下，知难而退了。当日寡人想用那丑厨娘给秦王个难堪，谁料想那秦王竟然顺水推舟，得知他弄假成真要娶厨娘时，让寡人着实尴尬了一下。现在好了，解围了。秦王求亲，剑指6国结盟，合纵在即，诸国当中，赵国、燕国、齐国都有与我大楚联姻之心。大王不妨在这些君王当中，与公主挑选一位佳婿。提起联姻，眼下除了秦王，其他5国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。大王不妨暂时与秦王周旋，这也是一种策略。谁讲诸国只是嘴上说说？昨日魏国的使者已经抵达郢都，给大王带来了诚意。什么诚意？美人，魏国绝色美人。睁开眼来。瘦如肉体，肤若凝脂。寡人直到今日才晓得，什么是闭月羞花。芈月，你站住！我有话与你讲。我与你无话。站住！那日的事情，你恨我也罢，不恨也罢，反正我们已经是仇人了。我这里有2句话要与你讲清楚。你要是识相的话，以后就离黄公子远一些。黄公子一群之才，前程远大，与你来往，少不得会沾了你的晦气。唉，真是愚不可及。你竟然辱骂我！我也是适才刚刚察觉，我与黄公子真是天造地设，情投意合，只怕以后要多多来往了。你曾说过，
你对皇公子根本无意。那是无意，此刻却有了，你能如何？你竟然言而无信！燕姐姐对芈月恩深惠重，芈月只好食言了。你给我站住！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去哪儿？我去哪儿？我这就去找黄公子啊！站住！你别老笑啊！你快说说你怎么跟他说的？我对他说，我与你情投意合，只怕以后要多多来往了。你可不知道，当时芈燕气的那模样。你说你跟我情投意合？对啊，我就这么对他说的。月儿，你可终于明白我了。我早就明白了，你对我好，让有些人看得眼红，气得肚子疼。看来你还是不明白我对你的一片。好了好了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真知道了？说说，你知道什么了？我已经想好了，过些时日我就请屈子去大王处替我求亲，一旦大王允诺，我就筹划准备迎你入门，好不好？你老笑什么呀？告诉我，好还是不好？不好，不好，不好！哎，拜见母后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禀报母后，婴儿要告发奸佞之人。出什么事了？起来，慢慢说。母后，有人要害舒妹妹。谁这么胆大妄为？就是那个芈月。不久以前，那芈月偷跑出宫去见秦王，并主动替秦王传递书信，鼓动诱惑舒妹妹与秦王私定终身。此事重大，不可信口雌黄。婴儿有证据，婴儿曾见到舒妹妹手中有一块方巾，那是秦王赠给舒妹妹的定情之物。你们若不把舒公主那日出宫的行踪给我说清楚，我定让你们一个个生不如死！饶命！想活命的，讲实话。那日奴婢们在织坊门外等着公主，舒公